舒淇9月26號於第30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奪得競賽單元釜山獎最佳導演獎，憑首部自編自導電影《女孩》獲得殊榮，揚威國際，震撼一眾華語影迷觀眾。香港著名導演現年70歲嘅王晶，最近喺社交平台拍片，大講圈中所見所聞，同埋分享個人見解，引起唔少嘅關注。最近王晶就拍片大爆影后舒淇嘅一啲鮮為人知嘅往事。節目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。喺片中提到舒淇當年未成年就離家出走，原因係難忍佢阿爸家暴佢。喺16歲嗰陣，佢就喺台灣拍咗一啲好性感嘅相，亦都拍過一啲小電影。因為佢當時跟一啲比較低級嘅經紀人。王晶話自己當年憑住雜誌上面嘅嗰啲相，一眼就睇中舒淇係一個可造之才，覺得佢嘅氣質獨一無二，一定要將佢簽到自己嘅公司。舒淇啱啱嚟到香港發展嗰陣，喺台灣嗰陣已經拍過唔少嘅作品啦，當中大多都係以裸露戲為主。未成年嘅時候就拍咗3級片《靈與肉》。王晶大爆該片嘅男主角同埋老闆就係台灣影帝兼江湖人士柯俊雄。王晶話柯俊雄後生嗰陣喺台灣可以講係第一號小生，好出名，好紅，好靚仔，演技亦都非常之好。但係越老呢，就變咗一個衰人啊！一嚟佢係江湖中人，又成日做埋晒台灣演藝人會長，私生活好亂嘅。佢亦都曾經娶咗台灣最靚嘅女人，叫做張美瑤，但係佢冇珍惜。王晶話柯俊雄喺嗰個電影入邊係做男主角嘅老豆，但係因為睇中咗舒淇啊，專登改劇本，將劇情寫成舒淇中意咗佢，甚至加咗幾場床上戲。王晶直言簡直肉酸到不得了，就係抽水。咁啊，王晶都成日做嘅抽水。王晶其後發掘咗舒淇嚟咗香港，咁啊舒淇就好紅啦喺香港。但係佢當時同柯俊雄亦然有片約。柯俊雄知道咗舒淇喺香港紅咗之後呢，就要求舒淇繼續拍佢啲戲，同埋呢就打官司告舒淇。王晶話佢支持舒淇同柯俊雄打官司，最後呢就贏咗呢單官司嘅，因為舒淇簽約嗰陣時呢仲未夠17歲。柯俊雄呢就不滿法庭嘅裁決啊，仍然唔死心，亦都揾人恐嚇舒淇同埋當時嘅經紀人。最終啊，靠王晶揾嚟江湖猛料人士先拆掂咗呢單嘢。王晶話舒淇當年啊，深受一啲富豪老闆嘅歡迎，好多人揾佢食飯噶，飯局價係50萬一餐，但係我一次都冇俾佢去過。如果係電影界嘅泰斗或者超級老闆，咁就梗係冇問題啦。但係嗰啲無謂人啊，你賣海味嘅又話想請佢食飯，咁啊嘥氣啦。王晶又話自己睇中舒淇嘅潛力，所以決定要去演啲唔好再除衫嘅戲，要將佢轉型為實力派演員，要一件一件衫幫佢着翻，咁就淨係幫佢接啲正經戲。佢覺得佢係有呢個資格去做呢啲正經戲嘅。之後舒淇喺電影《色情男女》中同張國榮合作，更憑藉呢出電影榮獲香港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同最佳新人獎，成功轉型，演技備受肯定。亞洲年度盛事第30屆釜山國際電影節閉幕，喺閉幕前夕嘅大會頒發咗一眾影展獎項，其中釜山獎競賽單元中共有14部亞洲電影入圍，包括影后舒淇自編自導嘅處女作《女孩》。喺得獎之後發表呢個感言，公開多謝投資方、自己嘅父母，以及一直包容佢嘅丈夫。佢娶咗一個成日唔喺屋企嘅女人，喺台上高調放閃，亦向恩師侯孝賢導演致意，最感謝30幾年嚟喺電影界嘅前輩，好多謝侯孝賢導演，冇侯孝賢導演就冇女孩呢部作品。
最後想同所有心靈受傷嘅女孩講啊，希望你們可以勇敢走出傷痛，走向更好嘅未來。舒淇創作《女孩》嘅過程長達10年，此前曾於受訪時直言啊，戲中嘅女主角係以自己作為原型創作。細個嗰陣成日俾飲醉酒嘅老豆莫名其妙都俾人打，根本上自己都唔知自己做咗啲乜嘢。個老豆日日都飲到爛醉先返屋企。直到15歲，舒淇決定離家出走啊！轉眼數十年，雖然童年嘅傷疤慢慢愈合，但回望過去啊，仍然覺得隱隱作痛。呢啲經歷留下嘅傷痕啊，而家諗翻起都仲係會痛。女孩於多倫多首映後，舒淇感動落淚，多謝每一位觀眾。好高興喺多倫多遇到更多讀懂女孩嘅觀眾，多謝你哋嘅每一個回應，我會認真好好咁聽。舒淇透過自身經歷寫成女孩，展現作為女性嘅堅忍同獨特魅力，連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嘅策展人亦都盛讚，瞬間成動人嘅經典作品啊！咁我哋嚟睇下舒淇公開嘅一啲感情經歷。1998年，舒淇同黎明拍攝電影《玻璃之城》相識，隨後擦出火花。黎明同舒淇拍拖之前，經歷咗同已婚周海媚嘅苦戀啊！舒淇嘅出現修補咗黎明受傷嘅心靈。舒淇同黎明拍咗7年拖，其中5年係地下情。當時好多人都以為佢哋可以走入婚姻，但係最終分咗手。2005年，舒淇同張震拍《最好時光》，因戲生情，兩個人合作咗好多次，被網友視為最有夫妻相嘅明星情侶。舒淇當年喺台灣節目《康熙來了》談及張震嗰陣，佢話如果張震主動追佢，佢一定會應承。2013年啊，張震卻另娶他人，佢哋嘅感情冇曝光就結束咗啦。2005年，舒淇出演咗王力宏嘅 MV《第一個清晨》結緣，僅僅過咗1年，舒淇同王力宏就同遊日本，俾媒體曝光戀情。當時兩人着情侶裝飲香檳，凌晨3點狂歡。同王力宏傳咗緋聞3年之後，去到2009年，舒淇同馮德倫俾人拍到喺馮德倫嘅公寓相會喎。從此之後，舒淇就一直同馮德倫傳出緋聞。當時佢哋仲未定情，但係兩人相遇相知，結為知己。令人冇諗到嘅係，就喺外界唔信舒淇同馮德倫真係會喺埋一齊嘅時候，突然間呢兩位高調宣布結婚。2016年9月，舒淇喺社交媒體度晒出同馮德倫嘅婚紗照。舒淇話：婚紗係 H&M 送嘅，頭紗係喺一間婚紗店求其買嘅，簡簡單單，冇奢華品牌，睇上去一切都係咁隨性，但係就係咁靚咁甜蜜。馮德倫喺自己導演嘅電影《俠盜聯盟》中，佢幫舒淇設計咗10幾個唔同嘅造型，稱佢為年度最靚嘅賊。無論係性感定係優雅，喺馮德倫嘅眼中，舒淇就係完美。明星嘅愛情同普通人唔同，鮮花掌聲時時刻刻都會受到關注。明星嘅婚姻亦都同所有人亦都係一樣嘅，依然係柴米油鹽甜酸苦辣。舒淇同馮德倫最圓滿，佢哋乜都試過啦，亦都樂在其中。婚後，馮德倫同舒淇好少喺節目中提到對方，導致好多人猜測佢哋係咪分辨。佢哋亦都從來冇出嚟過解釋，好低調咁過自己嘅生活。有網友曾經質疑馮德倫唔受恩愛，就係唔夠愛對方，但係佢哋嘅生活狀態就證明咗佢哋就係最好嘅愛情啦，唔需要在意流言蜚語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